来看高雄的消息，高雄大寮有在地人伫反映讲，因敢若袂输是二等的公民，原来只有呢殡葬业者涉嫌违法经营烧物件的事业，讲伊着半暝袂使烧去招业务，包括各种的殡仪用品、库钱，讲拢会使烧。验过呢，排烟设备确实拢真简单，造成当地空气有够歹。甲相关单位认前几啊摆拢无得到改善，所以讲在地人真受气，规气甲媒体斗。 遭受污染的地点就伫高雄大寮的考潭地区，这客家停伫门口的车，一摸就是一定头粉啊！当地居民讲，以前拢会伫外面放棉被，即马袂使啊。是有觉得后面都有在烧东西，都会有味道，很容易卡灰尘。对，里面也是，就关起来也是，里面都很容易有那个灰尘。有迄个闻到迄个，人咧烧物件。 空气污染的来源就是这个被当作焚化炉的空火柜，一个民众从外面翕落来，这个火柜有铺防火装，管伫日时也是暗时啊，拢有业者伫遮咧烧陪葬的物品甲库钱，烧了后这土粉也是用甲满世界，当地人的健康受到威胁，真困扰。我自己本身已经咳了1个多月，还有家里的长辈都是这样长期以来这样咳也是有反映了。 多数民众表示，长期以来向公家单位反映检举，不过拢无改善。有一些大寮地区的一些不明异味的案子，我们其实曾经在巡查的过程中有巡查到这个地点，但是因为都没有看到正在燃烧的状况。环保局表示，持续派人稽查，若是查到任何违规的状况，就以空污法开罚。